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今仔日审查健保法修正的草案。管啊位的立委讲，健保的点数都要有保障，一点爱0.95到1块。啊，即摆健保的点数平均一点是8角。卫福部长试水员讲，这个健保的点数若是起到1.1块，安尼需要的财源超过1000亿，会严重来冲击到健保的财政，恐惊到时阵都要来调起到健保费。啊，小机会是讲唔通哦，调起这个健保费对民众的影响是比调起电费要搁较大。看今年分配到几点，我们也给你点数，这样说不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也有人讲到说，我跟委员报告。如果我考虑到薪资的部分的话，我根本不会来这里。为了健保点数问题，卫福部长试水员和立委一句来一句去，立法院如何审查健保法修正草案？真侪立委提出健保点数要维持伫咧0.95到1块。182年资料显示，一年多来平均健保点数超每一点0.8块，多多看台北分区每一点拢比0.8块少。不过卫福部以现主时推估，固定点数若1.1块，需要钱得超过1000外亿。很快安全准备就不够了，大概只要一个年度安全准备就会低于1个月。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调保费。那我手上能够掌握的资源，是不可能是去说同意这一个1.1亿元。增加健保点数，恐惊会严重影响到健保的财务。不过，若将这个压力转予民众来担，消基会认为这比调起电池影响会更惨。一个部分是民众的负担当然增加，企业部要负担60%的一个健保费用，增加的企业经营者的成本，这成本会被转嫁到我们民众的身上。卫福部应该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，把有一部分真的能够由公务预算支出的，把它依法来办理。第二个，政府应该去检讨，真正在健保法里面规定不给付的项目，他们是不是要依法落实？不过，试水员嘛强调，公务预算需要提早规划编列。台湾的医疗健保系统今年搁一摆扣10次执行长世界，评做是世界上上好的国家。不过，为了健保点数，医界诊断无共识，受到影响的应该嘛是咱台湾的老百姓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